现代台语版圣经耶利米书第36章。约西亚的囝约雅敬统治犹大第4年，上主对耶利米讲：你摕一卷册来，从约西亚做王的时到今仔日，我对你讲所有关以色列甲犹大以及列国的话，拢记录起来。犹大家听到我要讲灾祸福音，因逐个人有可能会悔改，无搁行邪恶的路，安尼我就会赦免因的罪孽甲罪恶。耶利米叫尼利亚的囝巴录来，将上主对伊所讲一切话甲巴录讲，巴录就将这话拢记录伫册卷。耶利米吩咐巴录讲：我互人禁止，袂用得入去上主的圣殿，所以你着伫禁止的日入去上主的殿，将我甲你讲，你写伫册卷上主的话，读互人民甲对这个城镇来的犹大人听。因有可能会伫上主的面前祈祷悔改。逐个人无搁行邪恶的路，因为上主有讲，伊对即个民族发的受气非常猛烈。尼利亚的囝巴录就照先知耶利米所吩咐一切的话，伫上主的圣殿宣读册卷所记载上主的话。约西亚的囝约雅敬做犹大王第5年9月，住伫耶路撒冷的人，甲所有对犹大逐城镇来耶路撒冷的人民，伫上主的面前遵守禁止。迄时，巴录伫上主圣殿的顶面埕，倚近圣殿新门门口，沙番的囝书记基玛利亚的房间，宣读册卷内面耶利米的话，互所有的人民听。沙番的孙基玛利亚的囝米该亚听到册卷所记载上主的话，就去王宫入去宫殿书记的房间。迄时，真侪官员已经坐伫遐，包括书记官伊利沙玛、西玛雅的囝蒂莱雅、阿吉波的囝伊利纳丹、沙番的囝基玛利亚、哈纳尼亚的囝西底家以及其他的官员。米该亚将伊所听到巴录对所有人民宣读迄个册卷的话，拢甲因讲。因就派古时的干仔孙示利米亚的孙尼探雅的囝犹底去巴录遐，叫伊亲身甲迄卷册带来。尼利亚的囝巴录就摕册卷去因遐，因甲伊讲请坐，请读互阮听。巴录就读互因听，因听了真惊吓，互相看来看去。因甲巴录讲：阮一定着将这个话拢对王报告。因阁问巴录：请甲阮讲，你安怎甲这个写起来？是耶利米亲嘴讲的，是无？巴录应讲：所有这个话拢是伊亲嘴甲我讲的，我就用笔墨写伫册卷。遐个官员甲巴录讲：你甲耶利米着去密起来，毋通互人知恁伫倒位。遐个官员将迄卷册下伫书记官伊利沙玛的房间，然后入去王宫的埕去见王，将这个话对王报告。王就派犹底去书记官伊利沙玛的房间，摕迄卷册来，
读互王甲徛伫王左右的人神听。迄阵是9月，王坐伫东宫，以头前火炉的火得倒。由于逐遍读3、4难，王就用书记的刀仔甲册卷割破，迄落火炉到规卷册拢烧了了。王甲遐个人神听到这话，拢无得惊，嘛无拆哩因的衫。伊利那丹、蒂乃雅、基玛利雅请求王毋通烧迄卷册，毋过王拢毋听。王颠倒命令王子亚拉灭、亚述列的囝西莱雅甲阿伯德的囝示利米雅去掠书记巴录甲先知耶利米，毋过上主甲因两个藏起来。约雅敬王将耶利米讲互巴录写落来，迄卷册烧去了后，上主对耶利米讲话，讲：你阁摕一卷册卷，将犹大王约雅敬烧去迄卷册内面的话阁写一遍。关系犹大王约雅敬，你着讲：上主安尼讲，你烧迄卷册，阁讲耶利米是安怎伫内面写巴比伦王为来毁灭即块土地，消灭遮个人民甲众生。所以上主针对犹大王约雅敬安尼讲：伊个子孙一定无人会当坐大笔的王位，伊个尸体会互人ฮ็伫外面，日是互日晒，暝是互霜冻。我要因为伊个囝儿甲伊个人神的罪孽，甲因刑罚，嘛要将我对因降价的灾祸降伫因甲耶路撒冷的住民以及犹大人民。毋过因还是毋听叹。耶利米就阁摕一卷册卷交互尼尼雅的囝书记巴录，叫伊将互犹大王约雅敬烧去迄卷册卷的内容阁写一遍，另外阁补充真济类似的话。